根据统计，每一天大约有2800班次的大载人公车伫路顶。台南市政府为了彻底落实路口停让行人优先，所以特别辅导补助新营客运公司建立全国第一座实景的训练场，是伫演练小朋友过马路，或是有人过十字路口，搁头咧咧看手机等情景，借此提升司机的行车习惯甲安全意识，确保安全。我们身上的社会上的朋友要过马路，见手持白手杖的视障行人通过路口，驾驶应耐心等候其完全通过。不管是无号志的路口，或是有号志的路口，不管是有轮椅，或是有小学生，或者一般的市民，或者是比较漫不经心的在滑手机的，其实各种情境都有。那也能够提供让我们驾驶同仁能够这个心平气和的这个其实开公车或开大型车，有那么多人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上，掌握你的方向盘上，我们还是要多努力。新营客运将原本的停车空间发挥创意，变成安全训练场。冒来参与客运仪式的交通部公路总局相当肯定台南做了真好的示范。期待未来会当推广到其他的客运业者，一步一步养成交通安全的习惯。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